萄牙里斯本游龙车败马，至少16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当局宣布全国降半旗3天。中国阅兵典礼，麦克受到习近平甲普京咧谈论器官移植甲终身愤怒。台中北屯中德路伫咧做工程，民众甲施工人员去抢角，怪处司机用机器处理工档，无爱好过。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2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去葡萄牙、去里斯本一定爱坐因的游龙车，不过，就伫咧当地时间9月初3，这个游龙车煞败马，造成至少16个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要讲到这个游龙车是伫咧1885年开始驶，到当后已经100多档，也伫咧2002年列做国家历史古迹，每档平均有300万人次去坐。即马造成严重的伤亡，警消初步调查，就是讲因为这个游龙车伫咧上架落架，是用钢一条钢索去接。一边的游龙车咧落架时呢，会利用伊的重量带动另外一边的游龙车来上架。那就就是钢索落去，游龙车才会失去控制，冲落架来弄到建筑物。也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降半旗3天，哀悼受难者。红色缆车弄甲变形，并伫路边。葡萄牙有100年历史的永耀升降机缆车，伫当地初3发生事故，造成包括外国籍游客等真侪人死伤。One of Lisbon's picturesque yellow and white streetcars derailed on Wednesday in an accident that stunned the city. 媒体讲，当时出代志的缆车经过自由大道附近，车厢煞因为不明原因变气，出现真大的火焰，车厢内乘客惊到为车厢内爬出来。现场看到的人讲，当时缆车以正紧的速度落架，一直冲落来，到尾伫转弯的所在弄到建筑物。到现场救援的消防人员讲，好亲像是缆车一条瓦索落去，才会致使缆车失去控制。Fomos alertados às 18h08 para um descarrilamento aqui do elevador Santa Justa. Em 3 minutos chegamos ao local, rapidamente chegamos aqui ao local. As causas do acidente terão que ser testadas e analisadas pelas entidades competentes. 永耀升降机缆车伫1885年启用，是迄间公共交通公司 Carhis 营运的3条8架缆车之一。连接葡萄牙里斯本共和广场附近的市中心，甲野生活丰富的上城区，因为3分钟的车程有袂少8架，民众会当坐缆车自由来去。本来缆车是以水力带动，不过启用30年后改做电动。上落架的缆车是用钢一条瓦索连接，当一台车厢落架的时阵，就会当用动量带动另外一个车厢上架，同步升降。每一台车厢拢会当载运40人。当地旅游官员表示，永耀升降机缆车历史真久，伫1997年列做国家级历史文化遗产，正做里斯本当地有名的观光地标。当年差不多有300万乘客伫坐。即摆发生事故，死伤严重。欧洲各国领袖，包括欧盟执委会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法国总统马克宏、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等人，拢伫社群平台顶大文哀悼。葡萄牙政府宣布，当地初时开始全国降半旗，为事故罹难者哀悼3天，并暂停所有的娱乐活动。里斯本市议会嘛宣布暂停市内其他有轨道电车营运，随进行检查。公视新闻，陈思东编译。这是无说理流出来，也是超讲要爱人听到。中国办阅兵典礼，习近平甲普京咧讲话，麦克所放送因咧讲器官移植甲终身不老，这个对话哦是互勇士直播出去。普京讲，人类会当一定换器官，愈活愈少年，甚至会当终身不老。也习近平赞声讲，咱人哦，伫这世纪会当活到150岁。好，听到这个话是真敏感，因为普京已经未当会术的科技，伊是下令设立技术中心来去研究。也习近平更加毋免讲，中国传出真济甲健康的人破腹带走因的器官，落去交易，甚至是当作外交的手段，这个事件。即马这2个人开讲的内容引起议论，都有学者认为讲，这毋是无说理流出来，是超工要爱人听到，要传达一个信号，独裁者要退出政治的舞台。中国初3举行日前抗战胜利80周年的阅兵大典，中央电视台直播现场画面，外界除了看到盛大的阅兵仪式加各种武器，搁意外听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加罗西亚总统普京无细字外流的一段谈话。透过影片会当看到，习近平为中心的各国领袖行向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场地，习近平两边分别是普京加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现场麦克有录到习近平加普京透过翻译的对话。А сегодня говорят, что
节此难除，每确立就有人类的器官会不断的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所来出现一个远景画面，当时听到习近平的回应。本世纪呢，可能未来可以活到150岁。普廷尾仔回答记者的问答，证实有这段对话。Да, это, по-моему, мы когда шли на парад,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л. Ну да, значит, эту тему в свое время господин Берлускони развивал активно. Ну да, современные. 习近平甲普廷讲到中性本脑的议题，好亲像嘛呼应两个领导人对长期掌权典型的企图心。2018年，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普廷嘛修改6个的法律，两个人拢为长期执政伫铺路。中国9·3阅兵典礼，和中俄北韩3领导人公开做阵。美国总统川普透过社群大文，讲话伫口说，透过这3个领导人当伫强暴对抗美国。初三，川普伫北京甲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举行双边会谈，表示伊真清楚这个画面背后的意义。But I understood the reason they were doing it, and they were hoping I was watching, and I was watching. 川普嘛表示，甲习近平交情真好，只是认为习近平应该伫演讲中提起对中国帮助真济的美国立场。广西新闻张淑芬编译。好，昨去中国参加阅兵典礼，阁有咱即个国民党的前主席洪秀勔，伊今日是去见中共的政协主席王沪宁。国民党这边强调讲这是洪秀勔个人的活动，只要莫违法，就当尊重。也陆委会这边表示讲，洪秀勔捌做过立法院的副院长，敢算伫咧两化条例来做这管制的范围，就爱交予立法院调查甲认定。伫北京天安门城楼坐，国民党前主席洪秀勔出席中共9·3阅兵，坐伫中共前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张高丽后壁，周围拢是中共副高级官员。国民党抗日老兵代表。中央官媒公布的出席阅兵，台湾同胞名单13人，头一个就是洪秀勔。根据了解，这件人测试下晡甲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会面。国民党讲这是洪秀勔个人活动，只要莫违法，拢尊重。立委会表示，洪秀勔有前立法院副院长的身份，是不是属有两法条例第93条立管范围，必须要由原任职的机关，也就是立法院进行调查甲认定。我们在这边也呼吁，然后如果立法院愿意来提起这样的一个调查的话，那么我们政府的各部门还有我们的陆委会一定会全力配合依法行政哦。要吊唁国家英灵哦，不需要特别飞到北京啊，不需要特别去跟侵略者站在一起。但是这届也是有10外个台湾艺人转发用时阅兵的大文，包括书记吴匡仁、伊玲静、吴基良、欧阳娜娜甲郝慧莹是错过第一时间转发，不过到尾嘛拢有答。立委会认定相关的大文无答红线，不过嘛点出文字拢有设计过。央视大概提供他们几种模板，并没有所谓的贬低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地位，他也没有去宣扬说要用武力解决两岸问题，打了一个擦边球。那我们会再进行了解跟研究。因为转发的艺人比起演过明显减少，刘委会认为代表政府进前的警告约谈行动有淡薄仔作用，搁再声明袂使牢记中华民国主权地位，无赞同武力解决两岸问题，这是政府上基本的2条底线。记者采访报道。来讲，行政院通过方案，留职停薪来摇囡仔会当有春休，一天一天来请假，爸母拢总有60天会当请。摇囡仔留职停薪是算日的，也请家庭照顾假算点钟。若落工，军公告嘛同款，按算伫每年1月初1开始实施。行政院初时议会通过劳动部带囡仔留停照顾单性化方案，甲带囡仔的留停放宽做会当照日来请假，家庭照顾假会当照点钟来申请，按算明年1月初1开始实施。对这民众大多数反应袂歹，不用两边很难兼顾啊，就是说如果可以弹性调整的话，一天一天的会比较好，比那个1个月1个月弹性。根据劳动部的规划，带囡仔留停会当用日做单位来申请，天数袂当超过30天，相亲加起来会当请60天。申请期间，其中6个月共款会当领8成的薪水。另外，有家庭照顾的需求的人，实行1年7天的家庭照顾假含7天的暑假，会当用点钟来申请，拢总是112点钟，会当弹性因应家庭需求。雇主袂当靠专勤奖金，为了鼓励雇主包容劳工的需求，政府会予小微型企业经济支持。劳工申请孕育留停1天，我们就发给
定额1000元的奖励金给雇主。可以预期的部分是要5日前提出，针对临时性的比方说刚才说到肠病毒、小孩流行性感冒，1日前或者是如果是当日临时状况的话，可以当日是委托他人来帮忙申请。面对是点出3大缺陷，建议带囡仔留停，未来当学欧洲国家对1点钟申请单程的方向去行，而且把适用囡仔的年岁对3岁延长到8岁，嘛提醒对申请寻求带囡仔留停的家长，台湾同事的加班次数会当突破劳基法决定的上限，恐惊会造成同事反感无欢喜，呼吁雇主应该提供更较侪薪资予职务代理人。记者综合报道。好，就是要鼓励民众结婚生囝，行政院阁要甲社会主体提77000户出来做婚育主体，有囡仔还未满6岁的家庭会当带12天，也租金补贴会来增加，结婚时加1.5倍，若生一个囡仔阁加0.5倍。以台北做例哦，一个月租金补贴上济是8000块，新婚阁有一个囡仔，租金补贴会有16000块。30岁陈小姐去年才拄啊结婚，伊甲翁婿2个人拢是上班族，保证伫新北市税厝，干那8坪大的小套房，逐个月的租金都爱万外，也无包括水电、家私、3顿，甲其他的生活开销。保证翁某2个人共同的目标就是拍拼欠钱买厝，暂时也无考虑要生囡仔。除了住之外，像劳动环境啊，然后还有整体的可能因为物资就是每一年都在涨，但是我们的薪水也都没有涨了，那没有办法给他最好的情况之下，我可能会先暂时考虑就是缓一缓，然后继续存钱。其实类似陈小姐这款的拄啊结婚的翁仔某也有真侪，为着鼓励少年人甲结婚愿意生，行政院公布青年婚育税厝协助方案，其中包括社会体会释出2成作为婚育体，互有0到6岁囡仔的家庭会当带满12年，有计今年底进前会释出1000户，未来3年内会阁释出1万户，伫补助代管社会体部分，有未成年子女也是新婚家庭提供幼稚安全设施补助，当年上悬6000。在婚育宅的部分，我们会在今年度就会释出1000户，那在2026到2028，未来会释出1万户的社会住宅来提供给青年婚育宅来使用。租金补贴的部分呢，我们为了要鼓励结婚育儿的话，新婚加码50%，每多生1胎再多加码50%。内政部强调，9月底会提出租赁条例修法，包括保障3年租期、小额租金起付，袂当超过当季房租指数年增率。那厝头家技术处卡申请租金补贴加刷入户籍的修法。另外，税厝若有相关纠纷，政府会免费提供调解。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日伫咧台中北屯总地路有一个骑奥拜的民众，因为不满公务自来水公司咧施工来交通管制，转去甲管制区的塑胶笋的头岛，甲施工人员去抢角。这个怪手的司机有够生气，就甲机器的手骨挡伫咧奥拜头前。好，安尼做，其实这个怪手的运作呢是已经超过路权的申请范围。乌白挡人甲车这嘛已经违规，即马自来水公司讲会要求停工，会照契约来罚厂商，也警察嘛要来开罚单。怪手将机械手骨挡伫车道，一台机车轰炸着紧急达东啊，后壁车一直起喇叭。代志发生伫台中市北屯区东德路。测试早起9点半，现场是自来水公司另外广线的工程，看到二高工，双方坚持大约1分钟，其他用路人是认为施工单位受限嘛。怪手的那个头给人家阻挡，挡他。对，挡了大概1分钟了。看伊什么规定，你就照规定行就好啊，你袂使路拢啊动起来啊。感觉足限的，伤过限啦。等到现场，工程用完的时间，怪手司机表示，因为机车骑士无遵守技高指挥，踢到几下塑胶桶，引起激烈的口角，所以想要砸落来理论。台中市第5分局表示，姓吴骑机车的人甲施工单位争执，虽然无发生代志，也过怪手运作已经超过路权申请范围，佮随意砸人甲车，会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来开罚。因两挂都甲我。红窗啊，踢掉啊！啊，伊停落来啊，我再甲伊讲来边啊，讲啊，啊伊袂啊，啊伊就甲我干胶，干胶啊。对啊，我想要拦下来是什么意思啊？本分局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第1项第3款及第11款，最高共处罚新台币4800元。
一个水公司表示，施工人员发生吵架甲挡路的情形，引起公安疑虑，已经请厂商随停工，以契约规定处分，佮要求加强教育训练，避免类似的情况佮发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2005年全球和平指数报告，冰岛是连续17档排上安全国家第1名，咱台湾第40名，退步2名，也伫咧战争的罗西亚甲乌克兰拢是调查袂。共军继续对台军事施压，国防部单日整合6架次攻击，5只共艦1只公布准交台，前几日军事会议上也亲像记录攻击风枪声音档。空军强调，拢依规定实施广播驱离，要求严守飞行纪律。外界推测，枪声攻击也可能是民航机师。自以为是，你站得起来再说话了，好不好？一辈子都跪着。对共产党努力。攻击人对台威胁无长，台海局势紧张。最近几年，全球真侪所在也发生冲突。2025年全球和平指数报告出来，冰岛连续17年是上安全国家，前10名位于亚洲国家，新加坡排第6，日本排名12，台湾退步2名，排伫第40。含伫战火的罗西亚甲乌克兰是调查尾，路过更加是头100，最后1名。乌克兰用无人机摧毁俄国火药库，双方的战火高达无平息。和平指数是根据包括社会安全、甲治安、国内外继续冲突、甲军事化程度等3大领域的23项指标，对全球163个国家排名。学者分析，强化防卫能力会更较有机会降低区域冲突几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川普讲，哈佛大学普遍存在反犹太主义、甲反白人偏见，所以甲补助金扣起来。造成真侪研究计划是无法度做，到即嘛，法官是裁定讲，川普对哈佛是非法报复，下令资金冻结1站就要撤销。哈佛大学和川普之间长期冲突斗争内面摕到重要一项。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巴洛兹下令川普政府撤销对哈佛冻结的26亿联邦补助金。受到影响的大型研究，特别是医学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重大计划，有可能会当继续。学生嘛真欢喜看到家己的梦想有机会会当变作真的。The administration's actions were overstepping their boundaries and were unlawful. Again, a lot of that money is being used for life-saving research to advance, research in Alzheimer's, cancer. So I've been wanting to create custom stem cell therapies for heart disease. And obviously, that needs funding, that needs support. 哈佛大学是美国上 top 的大学之一。以下战争爆发以来，学校开始出现真侪抗议以色列停加沙的示威活动。川普当面哈佛的校方是主张反犹太主义，要求修改治理和招生政策。从拒绝了后，就下令冻结联邦补助金，取消政府合约。哈佛今年4月提起诉讼，法官巴洛兹初三的判决是推翻这个惩罚措施，讲政府用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冻结经费，违反宪法第1条修正案的言论自由，对解决问题并无帮助。哈佛史上第一个黑人的查某校长介意，近年在和川普当局的冲突压力之下辞职，对政府的黑手是持续表示真烦恼。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has chosen to attach all sorts of ideological strings to funding. 白宫已经表态讲会上诉，嘛批评法官巴洛兹是奥巴马任命的激进左派。哈佛的研究人员是烦恼讲，时间真长的法律攻防，有可能让资金是真歹及时来恢复。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林时浩是1930年代台湾伫咧日本时代的第一位女高音，都有剧团用林时浩甲因翁婿罗炳鼎的故事来创作半舞台剧。来讲林时浩是安怎为台湾流行音乐来打拼，为社会来解决。这条离别诗是日本时代反殖民革命青年罗炳鼎写给看守林时浩的歌。最后，罗炳鼎因为得着汉性病，夫妻全的分开。
继设定舞蹈剧场以临时好的故事改编做舞台剧，伊也是台湾第一位女高音。剧团希望全民众了解临时好是安怎为台湾流行音乐打拼，为社会改革付出。技术总监分享讲，家己嘛是为着这出戏受一本线，才发现家己对民族舞的兴趣和启蒙，嘛甲临时好的歌舞团有正深的缘分。艺下歌舞团是我从细汉，从细汉我就。每一本来台湾演出，我就去看，然后这个演着因的，我足欢喜的。有诚侪迄个伊咧唱歌的时阵，演唱会的迄个相片，伊个主台拢足霸气的，然后个延伸转化成舞蹈化。舞台剧嘛邀请到剧团受众者黄树豪来参与演出，为着要让观众会当听到临时好日本时代惯的剧团，嘛搬出剧台现场放给观众听。黄树豪表示，临时好的声乐唱法，伫迄个年代来讲真罕见，嘛是真有艺术性的表现。伊希望台湾的音乐唔是迄种 local 呢，是爱走向世界，所以爱用世界有艺术的迄种歌音的唱法，来带伊小介予全世界。这出舞台剧《天光前临时好的日白时》，随时随五伫台北演出，加赛电用歌声和舞蹈再现临时好这位传奇女高音，希望把历史变作有血有肉的艺术演出，呈现给观众。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青年讲个嘛对着 AI 脚步，日本有9000年历史的部，或者西定节，最近就利用 AI 来设计现代风格花草，做伙来看卖。这部机一直震动，工地的景段一点一点到处都汉。这是一本超过1000年历史的西定节，原本按照师傅手工配合这部机做出的布，即马靠 AI 人工智慧研加速布的生产，也可能变化出更较侪无同款的花色。We try to integrate modern technologies with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For example, here we have a traditional kimono made by the technique of Nishijin Ori, which date back hundreds of years. 西定节的起源应追溯到日本古坟时代，大约伫西元5世纪或者是6世纪。这是一种由彩色细线做的花纹纺织品，是日本京都市传统的织布技术。因为制作真繁复、真难得，伫日本平安时代是贵族专用的布料。透过互 AI 吸收数百张即色花纹的图像，互 AI 理解日本传统的花色，而且家己产生出其他即色花纹图像，而且学图像设计师修改图片，或者是将图片转化做数据，互设计师干咧爱替换部分的图片，等由 AI 学习接手将图片转化做数据的工作。豊かっていうのはお金だけでもないし、効率だけでもないし、その人がなんか充足感を感じるようなところだ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はまさに伝統的なところと、それから最先端の技術っていうのが融合すれば、すごい幸せっていうのはもっと促進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ます。目前，西定节的师傅按算必须将编织技术应用伫吊钩、无人机零件等工业级别编织原料顶悬，希望拓宽西定节的应用范围。透过互科技扮演辅助角色，努力伫一直变化世界内底保持商品的竞争力，互少年人能够介意充满文化气息的传统纺织品。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